2026年澳門防水界即將有新嘅突破，我哋出咗一隻材料係針對於外牆結構，就唔會再為咗滲水呢個問題而再困擾。我哋籌備咗足足1年嘅時間去做咗唔同嘅實驗，為咗展示呢個產品嘅更加好嘅功能性，我哋準備咗2個2.4米乘2米嘅大水缸。錢都未揾啊！呢個女仔已經用到我皮幾嘢啦，你睇下揾食幾艱難啦！依家我哋睇到嘅2個水缸，分別係紅磚牆同埋沙磚牆，幾 mm 嘅批盪料就能夠阻到4噸水壓力嘅水池。紅磚牆係吸水吸得好犀利嘅，我哋單面批盪批咗幾 mm 厚嘅啫，就能夠阻止到隔離成2立方水，等於4噸水壓嘅壓力滲唔到過嚟。係乾爽嘅呢啲地方，應用喺咩地方呢？例如話啲窗台啊，例如話廁所嘅防水啊、游泳池啊、外牆結構啊等等出現慢滲嘅情況，甚至快滲。一般啲師傅呢，遇到啲滲水嘅問題呢，可能會塗啲防水嘅膠質塗料，但係啲膠質嘅防水塗料佢係冇硬嘅強度去軟性嘅，我哋啲屬於剛性嘅防水材料同埋防潮。水泥砂漿同膠嘅防水材最大分別就係水泥砂漿識呼吸嘅，佢係有毛孔喺度嘅，只不過佢係以一定嘅水壓先能夠穿透，所以適合用喺我哋呢啲沿海地區嘅地方。其實依家澳門咧有幾個大場已經用緊我哋啲防水料或者瓷磚膠噶啦，如果有啲乜嘢需要直接過嚟睇啦，唔好講咁多，我而家送貨啦。